那在这个基督徒里面呢，信心都十分重要，因为着信心都是家嘅基础，隆重一切都从信心嘅嚟。一家有信心，能夠變成真心；有真心，能夠帶一家對付一切嘅痛苦，對付一切嘅問題，對付一切嘅逼迫，對付一切你社會的所有嚟到一家嘅生活中。那信心從未來呢？我嘅羅馬書10-17節咁樣講到，信心都從聽你嚟嘅，聽咪呢都係聽基督嘅話嘅嚟嘅。咪意思呢？意思嚟講，信心都從聽上帝嘅話語嘅嚟。那所以自家係多聽上帝嘅話，多聽上帝嘅福音，都帶自家嘅信心強，越係強自家能夠對付社會一切，係自家社會你多聽呢個是非，多聽呢小理，多聽呢局。多聽一反呢，家都咪即係信心弱都唔由大家得信，所以是家係聽上帝嘅話語，是家得到強，阿們。